台语华语，我，如你，依他，软斜线软，我们，嫩你们，他们，会小会，不会，小不会，会可以，能，不可以，不能，会使可以，使不可以，知隐知道斜线晓得，披知隐不知道斜线不晓得，这对，披着不对，批是不是，无批着没有错，爱要需要，不要要，无不要。台语常用基本词汇200词，通可以，批通不可以，斜线不要，基斜线各的，拢都，隔斜线和斜线含斜线参斜线及斜线腰斜线及和斜线根，加斜线加给斜线把斜线加以，共跟斜线相斜线与斜线替斜线同，父被斜线给，妇人缩音被人，时正时后，在，正在，到的成，主好，主资好刚好，更在斜线又在，强快要，亦是斜线或是，批过不过，但是，更又要，爱更还要，这一，那一，这，那，各这一个，各那一个，及这些，及那些，这里斜线里斜线儿，为搭那里斜线里斜线儿，子嫩这么，嫩那么，款号款这样，款号款那样，底位哪里斜线里斜线儿，第一盘哪一边，第一个哪一个，正时那时，无的确不一定，无定着可能不一定，大概可能大概，无定可能，凡事也许，哪着何必，按怎着何必，主公每天，颠倒反而，准作当作即使，伤害斜线过于，无张弛突然，熊突然，拢总通，共款同样斜线一样，即使哪怕即使，若是实证的话，恰若斜线倾向向斜线是的，号款是这么着，按耳这样，按耳生这样的话，但是吗？什么斜线啥咩什么？什么款斜线啥咩款什么样？圣人斜线什么人谁斜线什么人？摆这一次，按耳这样，都就，这斜线就，都是就是，这斜线是就是，准无就算没有，准讲就算是，犹更仍然斜线还是，若是如果斜线若是，一斜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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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也，
也斜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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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也是，做也做，更在斜线右，更在斜线右，更加斜线更加更加，更较更加，更在，站斜线站在，点在，极好才好，极是才是，较是以为，略作略准以为，别8层10层经，批10层别8未曾，对从，由从到经批10，从来没，就地从前，往过从前，往摆从前，后摆以后，有当时兹有时候，哪会按耳怎么会这样？什么款怎么样？按怎样怎么？按怎样怎样怎么？怎样怎么？甚斜线啥物款怎样怎么？诚恳，真狠，即妈现在，顶上，上嘴，百次，若像似乎，倾向像斜线，是的，恰若像斜线，是的，而已，一谢资一点，一点资一点，淡薄资一点，一谢谢资一点点，一点点资一点点，一昼久一会儿，无若斜线若久一会儿斜线不久，翻头一下资一会儿斜线不久，一寡一些，一许一些，一点资一些，一目资一瞬间，略略资稍微，小可少许稍微，感会是难道是？感无难道没有？煞竟然结果，几款样子，款式样子，规全，长长数长长长时长，定定不时长长时长，节节长长时长，俱在任由，随在任由，创弄，自斜线既多，少少，斗阵做火一起一块，那边，趁踩随便，转去回去，倒转去回去，今兹日今天，今兹早起今天早上，下昏今天晚上，昨昏昨天，昨明昨晚，昨下昏昨晚，倒盘左边，正盘右边，倒手左手，正手右手，正右，倒左，未免，两盘两边，载事代事事情，代治是治事情，资孩子，见儿子，某见女儿，丈夫男，某女，无知事无关，何老称赞，熟似认识，煞去算了。作者简历吴昭兴，1930年生于台湾台中州员林郡，1957年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医科毕业，1973年日本国立鹿儿岛大学医学博士
教育部部省教授，现任台北医学大学医学院兼任教授，民国69年制。网站老医家 old.us home 网主网站台湾健康资讯网 Taiwan Medical Network 网主，曾任台大医院内科住院医师、马偕医院内科主治医师、台北铁路医院内科主任，中山医学专科学校、现中山医学大学内科主任教授兼附设医院院长，省立台北医院内科主任，省立台北医院院长，省立台南医院院长，卫生署预防医学研究所所长，卫生署检疫总所所长，台大医院内科兼任主治医师，台湾大学医学院兼任讲师，高雄医学大学公共卫生学系兼任教授，卫生署肝炎防治委员会委员，中华民国血液病医学会理事，中华民国消化系医学会理事，奖赏仪。台湾医学会杜聪明博士优秀论文奖，民国62年度得奖人。2. 国家生技暨医疗保健委员会全球展望医学基金会特别医药贡献奖，民国88年度个人类得奖人。3. 第7届国际短歌季2012 Yasuhiro Kawakura 奖得奖人。最近著作1. 主编台语网站15年，台语天地，台语正字，台湾历史年表，母语论坛，台语文书写，台语译文等网站作品。2. 主编卫教网站17年，网络卫教。1. 肝脏病。2. 症状到诊断。3. 解毒健康检查。4. 肝炎问答会诊。5. 看病小常识。6. 老医精选医网诸基，网络专业 EDROS Liver Diseases 英文。2. Hepatitis A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Epidemiology 英文。3. 感染症诊断要点，网络一般著作。1. 老医之家 old.us home http://old.edu.tw 2. 台湾健康资讯网 Taiwan Medical Network http://www.tmn.x.tw 3. 台湾文学部落格吴昭新专栏 http://140-161-401-blog/forum_stage php member_id 等于161。诗作、俳句、短歌、文学语言论述、台华语翻译日语短篇文学作品等共60多篇。4. 征物 http://www.blogspot.tw/ 有关事源括号日文俳句、文学小品等100多篇。5. DRNGOS Haiku Note
http://blogspot.tw/右关氏元括号专业医学研究论文150多篇。http://old.tw.edu.tw/papers.htm 右关氏元括号版权页书名新编台湾闽南语用字汇编编者吴昭兴主编吴昭兴发人吴昭兴出版者吴昭兴的址台北市北投区行义路178号5楼电话0228712685传真电子邮件 johnson@ms77.it.net 网址出版月民国102 8月出版定价新台币100元 ISBN 9789574308002 PDF 展售处台北市北投区行义路178号5楼电话0228712685http://old.tw.edu.tw 电子书设计制作设计制作吴昭兴台北市北投区行义路178号5楼电话0228712685电子邮件johnson@ms77.it.net 网址 http://old.tw.edu.tw 销售平台电子书播放资讯作业系统 Windows OS 档案格式 PDF 档案内容播放软体